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2月3日，新盤市場持續暢旺，踏入2月份，短短2日間，整體新盤銷售已逼近500伙，發展商攻勢繼續一浪接一浪。新地西沙灣焦點新盤 Sierra C 銷售明顯提速，繼過去周日一口氣沽清次輪350伙單位後，發展商亦趕於本周六2月7日壓軸推售最後一批共218伙的價單。發展商昨日加推的131伙，切實售價465.97萬至1016.51萬，切實尺價10,174元至14,821元，中輕微加價約1%至3.5%。周六發售的整批平均尺價為12,830元。新世界發展位於九龍塘低密度地段，全新豪宅項目正式命名為 Pavilia Rosas One， 項目位處於九龍塘玫瑰街，合共提供約100伙單位，主打特色豪宅及3、4房大戶，亦設少量特色單位。發展商部署於本季內以招標形式推售物業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C21HK。